你讲，请你夸心。我去是讲了，你很依赖的，回也不去。啊，四舅，你在恨我，你是在怪我，四舅很心疼。四舅你莫怪好几善良什么？我求你带我再见。自觉弟弟，我求求你，请你告诉我，你快告诉我，母亲，母亲，哦，你听了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哭。自从你做什么？要与你在祖国相陪，原来他在是你要认亲的消息，他是知不认了，他为身上
杀去了，急了想的，死了随他，再烧了4个想的，妹妹，他成了飞鱼的一口气，他忘万岁！他还害了一生，害了一生什么？害了一生宝玉，宝玉你好。林妹妹，你出花路了，你死的好苦啊！妹妹。这令是那个爱一生，今日愿我他不听，可怜宝玉最苦心，今生今世难脱离，饱含衷情，苦难消。这就是他苦，是谁是我还中人，人生可是来不同，不去看，一同他们领人去。
这个你往哪里逃？回去吧。你先回去，我再修来。我先回去，你再修来。哦，父母无牵无挂，天也何高去。这天让你知与自己，妹妹啊，我只还念念我。
你想为